亲朋友，大家好，莫嫌失望哈，因为老师呢，野心呢，牺牲摄像啊呢，回到30年前去搞胎都市的时候，也是要搞大家讲的怀孕的太太啦，哈，怎样的做瑜伽，好，胎都市迄呢，怎样的去面对人身体，还能同样可以按像素。好，当然老人宝宝讲法哈，人家做瑜伽，都市的宝宝没这个做瑜伽。基本上呢，女人是最伟大的。你做怀孕，你是想都是按胎按床，好按你排定一个生意呢，你又可以做运动，又可以上班，又可以做家事，一样的保有这种活力跟能量跟这种快乐哈。因为老师要搞大家用来做孕妇瑜伽。庆贺的孕妇瑜伽，庆贺的时间係3个月到6个月。张奎是怀孕1个月到3个月之前呢，冇赞成做瑜伽。嗰時候你養胎嘅時候哈，要休息嘅時候，要留個胎位着床哈，較穩定嘅時候，3個月到6個月呢，係當活化嘅哈，個聲音人較細，都是冇安胎。但都是安胎嘅呢，同樣可以做。我學生嘅哈。做瑜伽迄個，特別就講，冇做到一般嘅生意講出來，開玩笑啊，因為佢當神飯了。忙做瑜伽之前，忙懷孕之前哈，忙有生以前啊，就做瑜伽嘅。嗰時佢都懷孕嘅時候，同樣按神飯。好，根本嘅熱心咧，因為老師要帶大家，態度是差唔多要講嘅，加1個月做要講嘅時候，一樣嘅面對人身體。各位平常的同樣，你就可以做為動作。好，天呢，你天天呢，都是安胎院，天天來坐下來，動作動慢。各位呢，你做大個動作，你同人都是寶貝講，哎呀，小寶貝啊，媽媽也好，要帶你做瑜伽哦。你還別放棄了，講出去你係健康寶寶、瑜伽寶寶哦。好，慢慢的，懷孕噶哈，有生噶哈，動作都要較慢啲位哈。有生噶哈，輕容易水腫。也腳哈動會水腫，嗰時候也就通常呢動簡單，哈，你就可以不管你坐墊啊、水墊咩樣樣，人家是可以用坐墊的方式，哈，讓人腳掛放起來，哈，腳天天呢拿下高啲位，哈，人家咩可以係個抱枕啊，係個枕頭，哈，人家都是有負擔的，哈，因為你太都是咩，哈，有神啊，人家個。腳啊就會水腫啊，就會代謝循環可能唔好。你做一老人腳哈墊高，好唔好做動作，腳按你墊高，好慢慢的吐氣吸氣，吐氣，好你會動舒服。好，你坐張氣呢，人數哈，比方多人背拿後背，好，有身間哈會動容易讓人糾結咩？哈，腳會動容易糾結啊，小腿抽筋啊，個腳趾頭糾結啊，嗰時候有隻動作呢，係預防水腫，嗰個腳預防腳抽筋哈。好，你吸氣嘅時候，腳腳跟高腳跟，好，你腳來起來，好，吐氣嘅時候，腳背往下壓，好，按呢時候呢，你就會預防腳抽筋啊，好，讓人個按呢。下半身的循環，加速下半身的循環哈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勾腳跟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壓腳背。好，過來哦，停一下哦，停到呀。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鄉親朋友看到冇？你按你做的話呢，好，你就會省發靈活那個下肢的循環。好，預防人腳抽筋啊、腳水腫。好，過來轉圈圈。好，轉圈圈哦，左片前面，右片，腳來向起來。好，慢慢的，你邊做嘢，你睇人都市的小寶寶講，媽咪呀哈，讓我帶你同我做瑜伽哦，哈，你乖乖，都要哈，像以前啊，人給。都是哈，個聲音咧會踢來踢去咩？佢咩都杜方做瑜伽，好，慢慢的反方向，好，慢慢的反方向哦，安尼，好，做好啲嘢，你腳下肢循環會較好。你假使講要加強的話，你右腳不用做腳，安尼，咪可以，好，安尼同樣安尼左右啊，好旋轉啊，統統啊，好，各位安尼，翻片。
好啊，左右循环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不用下来。好，各位，你做好嘢，你平常自己做瑜伽咩？唔係样可以，伫都市都呀，唔可以做前弯，不用落呀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停到呀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go吐气，你就停到呀。好，至少你要肩头啊，好，你要大腿啊，下背肩头来到的，好，你个后背呀，后背嘅安尼。野味啊，哈，都是按太宽点的没，一定会腰酸背痛没，看太都是些哈，哦，我变得弯腰驼背，你还同样胸脯尽量挺胸，好，挺起来，好，肩膀打开，你就做到要挺溜，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吸气，够慢慢的吐气，安尼，好，下落去，人家不用呀，你可以，好呀，不用呀，安尼。你可以不用落呀，就是动身法的人，安尼吼不用落呀，安尼。你安尼咪同样可以同样这样做瑜伽哈，同样老人都是在宝宝啊、按摩啊、吸气、吐气，好，还不用下来，好，也还提早动作的哈，预防水肿。好，慢慢的哦，日日好，go下来，同样听伊的动作呢，同样哈，帮助顺产啊，较好强生人的啊，唔好讲呀哈，很很，强呢可以按尼标，好，你可以按尼标，按尼标去呢，也脚哈也同样，也标一个东西按尼，好，人假使讲做唔得到，按快的话，你可以标按尼，同样按尼，好，按尼抽张来，抽张来以后呢，吸气。吐气，同样啊，怀孕没同样啊，然后平常同样安尼生发，冇乜个特别的，这些都是有一个新生命的呀哈。个人可以做扭转，好，转过来，一只右手标到前面，左手标到后背，好，慢慢的转过来，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这些做较慢的，当和缓的，好，当慢的瑜伽哈，好，同样转过来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转过来。乡亲朋友，你做动作的哈，手手啊，都是手手啊，哈，然后生的小宝贝、小 baby 讲话哦，妈咪呀哈，带你做运动哦，哈，你都很乖乖哦，好，假使你做的呀，转快不是不用，好，不用哦，不用后背，没同样安尼，同样没可以安尼。你看，同样都是用的呢，没可以做安尼动作。好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享受，去感觉，感觉声音呢，老人的互动，感觉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一个吸气转来。你看啊，其实都是安排，没同样可以这样做瑜伽。好，同样啊，你做嘢呢，你同样。身体转过来，咪同样可以哈，一个数到前面，一个数到后背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转过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越慢哈，老这个嘅身体呢，变到动好的状态，好，接下呢，你就可以也抱枕了哈，同样抱枕，变到了，你同样。不用落呀，也都是这样的哈，没空样可以的，不用落呀天数，对呀休息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和吐气，好，所有的动作呢，老忙怀孕个哈，做同样安尼做，总爱多一个都是些，那看慢点喂，动作看慢点喂，好，放起来些安尼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伸直，好，你可以安尼。某一天，人家讲呢，你的吃的很吃盐，上面啊，一美老师有一个肚子的呀，哈，这吃的有一个压迫感，好，就吃的有一个压力安尼啊。不过呢，你去个用呼吸来调，好，抽到呀，感觉吐气，好，慢慢变享受。最主要呢，要保持心情的愉快。最重要呢，你要懂享受讲啊，人生呢，没无强度，讲一台两台。好，可以有一种正向的能量啊，好，然后呀，声音呢做一个互动啊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吸气和吐气，好，
变做咩腔样啊？腔样安尼动作，好，左片，好，转来，右片，好，转来，腔样安尼做，好，还有一个动作，要动舒服，动忝的时候，也会哈，给负担呢，哦，给有神啊哈，平常有神业，行路啊，放起来啊，就会动冲，就会安尼，负担也会，哎呦，有个动神呀。有时候呢，有个动手样嘢，哈，做呀安尼动作，好，天天呢，同样呀，天也叫我打开了，也有一个空间的呀，好，一只抱枕的了哈，一只抱枕的呀，也一个肚子的呀没，你就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叫打开了呀，安尼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等下休息。乡亲朋友，你看到哈，安尼铺垫起呢，人家野味呀，后背呀野味，好，你就得到舒缓。好，重量呢，两个重量就会到前面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给吐气。好，乡亲朋友，当重要的一点呢，当重要一点就是你要保护好人肚子，好，你要保暖然后肚脐莫流出来哈。各位呢？大部分那个孕妇啊，就会腰酸背痛，哈，ก็会水肿。渐渐呢，用安尼铺垫的休息的方式呢，你就可以减缓呀腰酸背痛。腰酸动作非常的好，我看到一度哦，脚打开来，好，你莫吃到讲，哎呀，我太肚子，那个就做唔得，同样可以安尼，好，你同样安尼，停到呀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你停到呀。好，你要同样老娘的宝贝哈，然后你同样的做瑜伽，慢慢的吸气放起来，你就稍微扶点起。好，也安尼通常呢，太动吃也呢，给安尼小孩子的婴儿室的休息，做嘛很多婴儿室，你呀哈，你这个做瑜伽，呀小宝宝呀宝贝呢，都肚子痛，没这个让同样做瑜伽。古时候呢，做瑜伽係一個，就是來筋頭啦、伸展啊、懂放鬆的啊，係一個懂自然的、懂原始的、先天就會的。總會長大以後呢，壓力啊各方面啊，哈，唔記得講怎樣嘅做瑜伽。好，古時候也係孕婦瑜伽，因為老師犧牲色相，做一個態度是呢，搞太假講，你看我們聽到可以按神法啦，可以捅左片啦，可以捅右片啦，好，然後安尼保護人的胎兒較好強哦。好，鄉親朋友加油哦，祝你是一個健康寶寶。